再来看苏比影像落架的相关机制哦，今年的8月修法通过，这2个月来，卫生福利部接到700多件的申诉，也毋过哦，无到1/4有成案，涉案的253个网站，嘛只有6成外有成功抬掉影片。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有的网站主机设伫国外，这款案件就较歹处理。伫实证网站上有真侪各种类型的性影像。因要国家影片分类，连违法偷翕拢有。其实，咱国内自今年8月通过修法，并定性私密影像下架机制。卫育部所接到的申诉案件，事实无清爽开讲偷翕占3成，有增加的趋势。严格要开始甲影像删除时阵，刷拄着困难。他的那个照片，我们没有办法辨识它就是一个性影像，因此我们希望他补充通知了之后一直找不到人，或者是他没有直接处理。那我们这一类型的案件还蛮多的。新法实施2个月，卫育部接到762件申诉，只敢188件成案，253个网站被点名，也只敢成功刷除171个，防网的数量更加是挂零。卫育部表示，除了被害人无报警、无法度成案以外，真侪网站的 IP 设伫咧国外，佫拄着小型或者是付费论坛，较歹找到对口的单位处理。IP 若是设伫咧欧洲，欧盟对相关资讯佫正保护，互下架是佫较困难。更加有被害人反映讲，因拄着这种情形，他去申诉的时候，却发现说，申请的这个动作是要一张一张的去申请，终于把这个照片下架完成了，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前男友后来是又再把这一批的照片又另架上一个这个网站，又重新上传。妇女团体所接到的个案求助，有前墙顶的私密相片被外流到各大网站，不过申诉要删除时阵是一张一张来算，有偌侪张就要申诉偌侪遍。就算部分已经下架啊，过无偌久，加害人又搁传去咧网络顶，造成申诉的轮回，对被害人来讲也是二度伤害。记者综合报道。